免不带将要报客栈，阮客栈是缅话，缅话写客栈，瑶语是汉字。恁无急功近利呀，我劝招，恁无急恭敬。恭敬，恁无急恭敬，面呀，我劝招。恁无讲，家下带学店，空走渡落江湖内功，家下带学店。空走渡落江湖，恁无急恭敬，恁呀我写好一点。呀我劝招原主。家下国下带学店，空走渡落江湖，恁无急恭敬面呀，就牛气，他牛气，我愿主劝招，家下国下带学店，空走渡落江湖，空就是光是光是走了1个小时，渡落江湖，做了一个小时，他们也得1天的工钱。恁无急恭敬面呀，我劝招，家下带学店，空走渡落江湖，只做了1个小时。这个渡就是1个小时，渡落江湖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